大家好啊！3分鐘做3道菜，唔需要大廚，家庭都可以創業。你相唔相信呢？嗱，而家我就想做俾大家睇。而家我開始準備咗3個餸喺我面前。一個就係麻婆豆腐 ，OK， 一個就係排骨豉椒排骨 ，OK， 另外一個就係魚黑魚，呢個係豉汁黑魚 ，OK。嗱好啦，而家咧已經開始3分鐘做好啦。咁第一個餸已經做好咗啦，你睇到熱騰騰 ，OK。第一個餸做好咗啦，第二個亦都做好咗啦。咁我而家將佢攞出嚟俾大家睇。3個餸而家都一齊做好晒啦。個排骨非常之熱騰騰 ，OK。呢個香噴噴啊，新鮮滾熱辣，鑊氣夠。嗱，仲有一個魚黑魚，呢個係叫做薑葱豆豉蒜蓉黑魚，你哋睇到嗱，其實呢3個餸咧話都冇咁快就做好晒啦 ，OK。咁而家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創業就係咁嘅意思，就係話你可以利用部機煮好啲餸，將來可以去做3呢部機器有興趣嗱，最緊要就話俾你去歡迎你哋預約嚟到參觀我呢個家庭嘅中央廚房，咁我會直接示範做俾大家睇，點樣可以3分鐘做到3個餸 ，OK。我係Stephen Cam 簡先生，多謝大家。